等我講一個故事俾你聽啦。Let's go. Let's go. 從前有個人叫油炸鬼，點知變咗殘障鬼。嗰日佢行唔到樓梯，好麻煩，大家都成日想食佢，因為佢逃走唔到。之後今日即係5月30日，佢就變咗豉油鬼，因為倒瀉咗豉油喺佢件衫。油炸鬼的一生故事，因為我就係一生故事，我的一生故事告訴你們知㗎啦。好啦，我的一生故事好像這一次的因為 OK， 好，嚟，好，一陣如果我去到10個 subscribers， 我10會出10 subscribe video。如果你想我快啲出咗，想攞零食呢嘅話呢，快啲 subscribe 我，快啲 subscribe。